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在美国怎么获得高中文凭。娃娃 TV。为什么我要讲高中文凭呢？因为在美国，如果你要读大学的话呢，申请的时候呢是需要高中文凭的。因为大学嘛，他们需要确定你最少有高中程度的知识，才能让你继续升学嘛。那除了大学之外呢，美国有 89% 的公司呢都要求员工最少要有高中学历。所以如果你要在美国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，不是那种打杂打工的低薪工作的话呢，最少呢都要提供一个高中学历证明。好啦，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上过高中，不过很多人是在台湾或者是中国上的。如果你是在美国国外上高中的话呢，那你需要把成绩单跟毕业证书拿去有效机构公证之后再带到美国来，这时候你的证书才会是有效的哦。那如果你根本没有念，或者是没有念完高中，又或者是年代已久，早就找不到毕业证书或者是一些档案证明文件的，那我这边有2个办法啦。一呢是去考一个 GED， 也就是高中同等学历。想了解 GED 的朋友们呢，可以期待我下一个影片，里面会有详细的说明哦。好，那第2个办法呢，就是找一间社区大学去上他们的 High School Diploma 的课程。上完之后呢，他们就会发给你一个高中文凭。这个 High School Diploma 的课程呢，不是每间社区大学都有哦。像我之前读的社区大学就没有这种课程，不过也不用太担心啦。很多社区大学呢，都是有这种 High School Diploma 的课程的，所以不用怕很难找会找不到。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有疑问啦，不是说没有高中文凭不能读大学吗？那为什么社区大学会有这种 High School Diploma 的课程呢？原因是社区大学呢，它不是正式的大学，严格说起来呢，它有点像是二专，它最多只会提供你副学士学位而已。如果你要学士学位的话呢，就一定要转学到4年制大学才可以。再说社区大学不是只有提供副学士学位而已，他们还有提供一些在职进修课程，让一些在职人员可以进行进修，还有也有提供一些语言课程，让新移民可以去学习语言，也有一些退休的老人呢会到社区大学去进行学习打发时间。所以社区大学基本上是所有人都可以读的，他们基本上也不能拒绝美国公民的申请，所以就算你没有高中文凭呢，也完全可以去社区大学拿课，只是社区大学不会发给你任何文凭而已。像那种只是去学习语言或者是打发时间的，根本也就不需要文凭，所以也没差。但国际学生就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咯。国际学生要到美国读社区大学呢，必须要有语言成绩，或者是先到美国读语言学校之类的，才可以申请社区大学。其实国际学生就算没有高中文凭，也一样可以读社区大学啦。只不过申请的时候呢，要先跟学校说明一下为什么没有高中文凭。大部分只要有语言成绩跟合理理由，像是年代已久找不到啦，或者是家庭因素没有读完高中之类的，基本上都是会录取的啦，只要你有语言成绩。不过如果你要继续升学去读大学、硕士、博士的话呢，那大学那方面在你申请的时候呢，可能就会要求你要提供你的高中学历证明了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的话呢，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就读了。所以很多人的做法呢，就是一边去读社区大学，一边考 GED 或者是读 High School Diploma 的课程，这样社区大学毕业，高中文凭也有了，根本就是一箭双雕，对吧？好了，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，都欢迎留言或者是私讯我哦。我是 Lisa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